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嘅 Henry， 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呢，就係亞皆老街嘅嘉陵大廈啦。咁呢個單位位於高層嘅 A 室，售面積有1074尺，兩房單位嚟嘅。目前仲有買賣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去參觀下。首先門口右手邊就係廚房嘅位置，廚房透光度十足，隔離連接住工人房，工人房配備窗口位，空間夠晒大，而且有工人廁。然之後走廊連接住一間嘅睡房，空間方正實用。去到浴室，浴室係一個明廁嘅設計，配備窗口位。之後我哋去到 T 字形嘅客飯廳，空間夠晒闊落。之後我哋睇埋最後一間睡房，呢間睡房同樣空間都係方正實用，而且望到北邊開揚景觀。